姐，那不是我爹吗？他怎么进宫当太监了？那不是你爹，那是李德福李公公，大内总管。厉贵人吉祥。李公公安好。少女李易欢给李公公请安。薛姐姐，你没骗我吧？那个太监真的不是我爹啊？他真的不是。我刚进宫的时候，一看到他也把我吓一跳，差一点把他错认成大师傅。可我再多看几眼，就看出了差别。大师傅为人严正，心地坦荡，脸上的神情总是很严肃，喜怒都能看得出来。而这个李公公却是个深藏不露的笑面虎，你永远也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。怪不得，你都被封为贵人了，他对你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恭敬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来，这李公公啊，是这宫里的大内总管，在这宫里面很有权势，再加上深得太皇太后的宠信，所以啊，后宫的嫔妃们都特别巴结他，连皇后都不例外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贵人，他自然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怪不得呢，这个李公公刚才还对你打声招呼，跟我连理都不理。欢儿，你以后见到李公公一定要主动打招呼行礼。这紫禁城可不比咱们明珠谷。为人处事一定要小心谨慎，稍有疏忽就得罪了人，别人在背后害你，你却一无所知，那岂不是很危险？